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诗言、白话语文、俗语、谚语、歇后语等语词嘅研究。一诗一语对照录音，提供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一個參考研究。第78篇，今日同大家所講嘅呢，可以講非常重要。一個熟絡客家嘅俗語、谚語、歇後語，以及一個語詞對日常生活、對話啦、歌唱、說話、戲劇、談戀嘅俗語、講古、寫作、作詞等等，都會有相當大嘅好處。尤其一個連音詩、語文同創作詞同彈詞係客家精華白話語文精華嘅素材，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安尼吼。後來就睇嘅一共有200句，今日先講100句啊，分成上下兩篇。第一，走上走下，唔當面紅山下，也係過去啦。面紅嘅鄉親時常講嘅，走去哪裡都不易啊，唔當回家過河安尼哦。所以過去都有講，走上走下，唔當面紅山下，但是後來改過第二句，行上行下，唔當面紅山下，也就會講行遍天下，事業有成，還係家鄉好啊！第三，朝廷無人莫妄干，處下無人莫亂鑽。一個意思就講我有後山啦，能有發土上之路，提拔嚟做官咯，係有樣，確實係有樣哈。第四，上也3斤9，下也3斤8。一個俗語呢，就是講凡是愛靠有才華後台人唔會本人看強看唔起啦。第五，嘅有阿位無隔夜論就會講現有就現用，現有就現實咯，口舌唔啲好儲存都行類嘅人每個事情都要有留意識咧，留意識咧。第六，大夫愛有親兄弟，上贊愛父子兵，一個愛是講比喻愛客氣感人啦。第七，多看嘛，意思是講一講再講。反覆再重複演講，聽都會膩喺度。第八，狐狸莫收貓，比喻一樣狡猾、間接嘅人差唔多相同啦，莫納來納去啦第九，間托到難菩薩，一個東秦。事情潛到流面係最差嘅，也係冇嘅過好嘅啦。一個就一般講社會嘅似羅共樣嘅，間托到最後能菩薩，嗰度嘢嚟講第十，上床唔講價，下床能也就會講事情愛先講好些，免得時候節外生枝來拗事安尼都唔會。所以每個事情愛口才先，前將上床愛講價，下床愛講價第11，懶心懶富莫亂跳，
留来落难好早收，这个都比喻讲啊，节省留好铺哦，莫有失青春，啊留啊汉语村，来使咯，也就头发。嘅经济各唔同嘅世界所讲啦，也係有咩相同啊？第12，昂叫上是用學論，昂叫上是用學論，也都講啊，非分之想啊，嘅想嘅有嘅有無嘅嗬。第13，日光開家，日光開家就是日光嘅是主位一個人權呢，天供養嘅。財紅樣嘅，一個日光開家有樣嘅咯，世事無為啊啦，嗰個日頭開家有樣嘅咯，日頭開家那個落雨啊，就會嗰大嘅意思啦，雨嘈嘈啊嚟嗬，好，一個就第一堂，客家嘅。第二堂嗰講懶散懶富莫亂跳，一條都講過嘅嗬。留來好落難好早收，比喻節省留好鋪。第二，昂叫上用學論，一條都係講過嘅嗬。非分之想，日光開家，閒些時節佢會出嚟看日光啊。一個20頭嘅時節。看到日頭開家呢，就會落雨喎噃，雨嘈嘈。日光開家嘅就會講啊天晴，一個日光開家，日頭開家，一兩個冇相同啊，後來再看到第4。第4呢，就係講啊，木頭高機，木頭高機，一個沒有都沒有講木成泡泡嘅意思啊，事實是大家個注意到嘅嚇，一個木頭高機呢，這個比喻實相實的樣相啊，真難看。也係講冇注意，冇專注喺十分就係咧。第5也有不是講用3日打5，4日曬苗。一個苗是古天呢是苗，古天嘅是肉嘅嚇，條肉嘅嚇，用野嚟嘅呢是苗嘅。3日打5，4日曬苗，就是冇分心青菜做做就唔關嘢啦。都叫上熬，都數事浪費切家才後輩看啊，也就會講啊，去高山去觀山看牛小塔，也好多話有一句話嚇。第7，闊米牛好fit啊，闊米嘅牛嘅好fit，就冇才華，本事有好表現。冇本事又好表現啊！一個就是講啊，闊米牛好fit，同時一個講啊，懶人一個粗人好肉僵，意思相同。第8，懶人都是鳥懶人都是鳥，一個難死人，世上尋家口頭難死啦。一下有個學鳥，一下學鳥第9，大批安叫心，也就經常關於講嘅是望梅止渴看莫嘢來止渴一樣發病來充飢一樣，也是講啊大批安叫心，講嘅話喜悅人啊心態，但是冇辦法，來本人也就大批安叫心。第10，人權唔行，鬼權隆隆嘅行人權唔行，鬼權隆隆嘅行。一個權並不像這個權好話唔談啊，反而一講就停咧，
做日如虚哦，也个就讲啊，人钱唔行，贵钱拢会行啊。第十月，盲买牛先打来嘅，哎呀，目前多数就先到做大数咯，一个就是一般的人啦，假是冇存多钱，就讲啊，爱存的钱就一样嘅，一个意思就会相同安尼哈。目前买牛手来打，打来嘅。好，再看12，天主国搭救人，一个是乱讲嘅噻，主国搭救人就乱讲一个意思哈。第13就是本土所下救哈，一个农心发跳，唔知乜嘅笑啊，农心发跳，唔知乜嘅笑啊，人生不懂事啦。一个醒世嘅时间呢，跳那蛋糕我紧跳卜滚样啊，看到会惊哦。一个就脑心，唔是硬学嘅啊。16，临摹占个碰，临摹占个碰，也就比喻讲啊，每个事情都太细来做计较，关于讲斤计较来计较啊。第17，牛年爱投后哦，一句话嗰土地话哈，冇一个乡土语言，我能尽量讲出来，大家来了解，但是冇来使用安尼哈，也就牛年爱牛投后，是爱先人一步，能作为好嘅意思啦，所以每个事情爱一个爱做头前。冇做红茶米哦，红茶米为充实哦，冇好嘅东西啊。第18，三农偷怪佛，三农偷怪佛，就做人当前嗰度讲啊，官商结构一个意思相同哈。三农偷怪佛，不良嘅企圖，呢個是講不良嘅方面嘅啥？貪圖一個官商來偷，一個互相嘅嚟同偷，事情就會做壞了哈。19，帶唔落佛，一個是指錢財看佢一時咧哈。唔好講啊，像我錢呢打24屆啦，呢乜嘅都唔公益事情唔出啦，也就唔好。我本人講啊，對，是真一千樣嘅咩冇做帶唔來貨，即那個錢財有千萬啊，也係冇大事啊，上次講過嘅，公利與命財，一個公利與錢財啊，是有形嘅帶唔落去。但是另外一個呢，就是講啊，功德與業障啊，隨生隨養為到位啊！業障與功德隨生隨養為是到位哦。第20，咱乃負唔上病，一個冚仔皮唔得嘅意思啦，冚仔皮唔得嘅意思。24，一個發憤圖強，一個笑話翻譯嘅笑話，關於講發憤圖強，乜個惡事過壁啊，惡事過壁啊。22，一個又係關於嘅，一個關於講啊是呢，歡樂時光吃漢堡啊，一個翻譯啊，歡樂時光吃漢堡，用客話來談啊，就會談成用嚟講咯，就歡樂時光是漢堡嘅，歡樂時光是漢堡嘅，安尼啦最後同大家提示講啊，客家嘅聯吟詩以前呢
使韵母嘅密音呢，一個韵母有 R、A、O 一個重新講一遍 U、R、O 一個呢同 I、E 啊從嘅將韻母密音依照英文嘅字母密音做藝術性嘅變化成聲母啊，其中係會 on 嘅時間呢，這個 on，啊 no 嘅時間呢 no 安尼啦哈，意思是安尼。組合成語音係世界上語音中最特殊優美嘅聲音。同英文嘅連音 connect CONNECT 啊，也切斷嚟縮短接嘅字啊，嘅模完全都冇相同，所以客家連音詩就係非常優美嘅素材，尤其從山歌、對話等等啊，有用到一個連音詩，真有辦法彈講起來。順口彈起來順意，唱起來非常嘅熱美啊！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呢，就係講啊客家白話文，客家嘅本土語啊，族群不同，地方不同，語言同用詞多少有不同，所以點嚟請大家莫拗來拗去啊！嚇，親像詩語一樣嘅。一個客家嘅詩語，用一個康熙字典來查吧，冇乜嘅唔錯啦。但是康熙字典唔係講客嘅，是講國語嘅嚇，講華語嘅。後來我哋看第三段第嘅渣甸賽馬術，比喻不能在大眾面前啊。都顯現出來，真係講啊，詐鳳夾幾用，意思相同嘅啦，嚇，也叫做渣甸賽馬術哦，一個世上嘅事情，狂風怪蝶啦，各種人都有喎，渣甸嘅人呢，詐是個做啊情況，腳會見準，數會見準，安尼啦，嚇，好，一個就第一呢，連後是解釋，用技巧嘅方式來騙人中間啊，一個就連後是解釋，係為做學人嘅動作，假設最後哪能東西解釋一條路，天哪，伊都會搶來是安尼。第三，教育出狀唔得啊，不得在大眾面前呢。顯現呢，也就講啊，教育出狀唔得，竟然啊，就聽唔得咯，也係仔變唔得咯，就會講啊，教育出狀唔得啦，就會安尼講吼。第四，後頭弄出語，表示貴介多端嘅人啦，後頭弄出語。第五，視網膜黃鳥。是王母嘅黃鳥，有一句話嚇，也做比喻不可理喻。冇辦法就講，人講啊，清感嘅，講伊啲又唔對，唔對又對嚇。感嘅同人哋同華語嘅尷尬是相同，意思不相同嚇。第六，牙查靈緊。也就是內部嘅方面向前，各位講啦嚇，人事受意見，但是要多喎，人事意見多，意見要多。第七，南沙有反正度，後世有委屈，適量嘅態度，做些事冇辦事咯，做些事冇辦事咯。現在客家語有句話講啊，生事上作。留來賭博，也有賭博人嘅話喎，嗬，生事上作啊，錢要留來賭博安尼話，第八，錯擺沙兩重逢，故事有講過嘅，自己已經有得到嘅，
还要再加一分。最后呢，得不偿失。就李文谷提到你所讲啊，他们的豆米啊，顺了半年粮，意思一样啦哈。所以他个人啊，地足，外在嘅兼国色，外在嘅兼国色啦，当然咯，也在外，所以十个看情况啦啊。也比喻不认同，也係不敢自己嘅身份啦。就了安尼，同人傲視安尼哈。其實無人欠馬林啊，馬嘅林呢哈。意思就講啊，物以類聚，也有樣哦。人嘅心情、性格、人格相同嘅人就會強下啦。第11，我是寬派。也被普向前跟我讲哈，我是看牌，就是那些收敛就是讲啊，点乜嘞莫做啊，稍微本意看快哟，快本人快看啊，就本人快看，一个就是我是看牌，不必再啦还唔改进，稍微本人快看。第12，主有积啊，啊，强讲唔做，强讲唔做，安尼另外一个讲啊，讲甲固，意思就安尼啦哈。做呀，就那主有样啊，有积咯。强讲唔做，光说不练，一句话啊。讲最固。第13，三妹夫人家当过一种废牛茶哦，一个就是过去啊，时常讲哦，夫人家人啊，穷下嘅世界讲话呢，一句挨一句，这都很闹热的啊。所以讲有三妹夫人家穷下啊，讲话就唔会停了，伊讲一句，挨讲一句啊。第14，胸头搭弄。胸头搭弄就是个不通事理，祸害不清楚，亲像石头一样诶，面对都冇事了，用个下爱撳起来石头，真是一个人讲啊，反杀大怒，迟早麻烦一样样，啊。15，阴阴怒烧。阴怒烧，也就会讲啊，嘿，人能得教嘅样啊，得到孙教啊，一直阿公婆阴怒烧哦，佢點嘅見辣嘅就係啊，嗬，要你講啊，得意要咪咪笑，笑咪咪啊，微笑，一個笑咪咪啊，一個咪咪笑哦，咪笑。微笑，这个咪笑咪咪也可以哈。一个第16，捶背是批人，突然捶背是好意嘅，忙地是大粒太批人出来被冲嘢呢哈，也就講好心冇好報啦啊，好老話講下先呢，好心同雷尖嘅意思是相同啊。第17，四天羅在國就壞嘢攝到窮下啊，所以學生嘅樣佢到好教嘅對好教嘅窮下了，唔好教嘅讀書嘅窮下了啊。四天羅在國就壞嘢攝到窮下做一代啊哈。第18。惡弄惡血，也就胡說八道的意思啦，哈，個比喻胡說八道。實際惡弄的惡血呢，是大腸癌意思，太長癌嘅意思，哈，個客家話罵人啊，實在個讀，但是啲哋就可以莫來罵人，爽了也個口德安尼啊。第19，不得不切就胡說八道的意思啦，不得不切哈。第20，我是鵝鳥吃人，
实打实的咯，学得咯，表示无负担，一身强啊。另外有一句话个神奇哦，个嘛个最急吧，个学写吧，伊都附带大事件啦，个就是最急的，我会老底嘢哦。再讲一遍，最急的事情，最紧张的事情，就要讲啊，学写吧。你都附带的大事件啦哈，21突然前在为人受灾，就哪位人家嘅好处啊，就爱同人来做事哦，做事也系做事安尼哈。这个事是用心思嘅，事呢是用努力嘅哈，努力嘅。大家逢时客家白话语文就系客家本土语文。出拳也係一個也係呢，就是頭前同後尾冇相同，就講也係按個那個詞上嘅詞冇3點水啊，個也係就是頭前後尾相同，水彩而已嘅安啊哈，一個用語用詞多少有不同安啊哈，意思就講啊，地方地區出拳不同，也會有不同。按个土方所写嘅呢，土法嘅错白山两松风，像二两松风啊，也还是直直的，变那木头嘅，也就客家话讲啊是呢，多切温菜两条孔，多切有一个风菜，有一个温菜，两条孔安哈，两个都冇错白山，两位木头嘅原因上次有讲过嘅哈。一个错白沙两松风，自己已经分到还爱上爱国家一些的，多了面都得不偿失。也就个头多所讲啊，他们斗面啊，顺了半年了哦，做乜嘅一个做乜嘅错白沙，对人冇错。但是过多勇士又变成太突咯，一个故事啊。好，来看 T40，一个 T40 T 嘅，戒指下落晒，唔敢做老歪，闯天下吧。也係財富卡，咱們欺負落太老妹。也个就睇現實就講係戒指王啊，戒指王，冇得個戒指下落晒啊哈。第二，初一落雨，初二強，初三、初四懶和平，一個都話那個諺語，假使係初一農曆嘅哈，落雨初二強，初三、初四懶和平啊。日出嘅落雨，南部講落雨，這是空中嘅雨；北部鄉親講落水，冇錯，是講落下來天內上天內行嘅水落水。個再看靠推啲落雨嘅橋也係一下嘅啊，一個就講啊，初一落雨，初二強。初三、初四懶和平就嗰種卡球樣嘅啦，哈！卡球就秋天落雨落清叫梅雨啊，一個天山馬同牙齒安好，有時有咩會上咬，個地方唔是講太個落地哈，比如講啊，五非難免啦，個位就好多轉去啊。我哋客家話有講啊，兩公婆床頭打床尾和，一個意思啊。第七，日求三春，夜圖一宿，能求溫飽，有處安身就好誒，莫求安多，日求三春，夜圖一宿，安步，所以安步啊，就好誒哈。第八，七家惡事七家失，七家惡事七家失，
比喻自作之手，自作之手。亲像你讲啊是呢，人皮打皮了呢，哎呀，还自作之手哦，人皮骨，皮骨都里打皮了啦，也就会自作之手相同。第九，太阳上斗西洋的饮食草，一个呢，我哋土方油啊，一个太阳的上斗啊，西洋的饮食草，唔好嚟插太阳的事情。也就会讲啊。太阳有恩怨，恩怨，不恩怨，那个海片不得参与，但是也哈冇嘛相同哟。阿爸阿叔上大吧，做哪一个会比臭比杀啊？天数也就唔错嘅哈。第十，老八路为阴强，老八路哈。我哋咪講老白哦，老白咯，會嚴重，也白日嚟落嘅啦，也白會嚴重而老嘅，也就係老樹有經驗嘅意思，真實老白咯會嚴重，頭擺表白會用強嘅，因為當個鹽被放下嚟以後啊，長嚟食一個土雞話，也係其他嘅東西。第十四。亞洲真係欠牛嘛，亞洲真係欠牛嘛個，愛食嘅人似高太嘅老婆姑娘就亞洲真係欠牛嘛樣啊，也就係講啊，老必咧陰乾胖一樣也下個當然講啊，價位錢太足但是老公實大概研究那個老必咧。鹽乾胖講嘅，比喻國泰，價位嗰國泰，老公謝謝，謝謝。16，官司大的就是實的，其實比喻一個嚟上過啊，也唔係佢好嘅條路啦，一個高級嘅做了他家了錢，萬人存錢咯，歷史存錢安尼有人講。歷史在這個判事啊，你講好些喲，唔知樣唔樣？先做不退去用啊！一下為一書，行一百伊都樣又再過又變書，安尼，一個出團140萬元，真好賺14，好叫唔當路，壞叫差門路好叫唔當路。壞叫差門路，就愛做賬，不可做壞事啊！你嗱，口德行德各方面呢，要注意的操行。第15，鬼槍版，比喻惡鬼、妖鬼，一個北方講妖鬼，一個南方講惡鬼。16，腦子背上蛇，個蛇呢就是禪師的師禪師的師，一個師有3面，師蛇西有3面，一個就是腦子背上蛇，就是遲鈍，翻譯可以查就好。第17呢有相同的意思，木柱上蛇，木柱上蛇，唔係木柱上西蛇人哋鬼查嘅意思冇看到，有等於講啊，太木信用，冇看到嘅意思啦。18，太凡數，比喻不聰明，不佛林中，意思講啊，自找麻煩，用嚟講咯。因為不佛林都係隻鵝鳥餓到火，一火是鵝鳥，也係火是鵝鳥。那我不佛林，不佛林，我用個資料咯，用安尼個火手同盤呢，土位好嘅啊，唔知有樣啊冇樣第20，不佛林同一個不佛林、不靈火同不知火，也都表示發現嘅意思啦，發現不靈火第21。
钓牛嘛看天时，嘿嘿，就是爱深入爱投机呀，也爱有深试探错误。因为你讲啊钓牛嘛，因为我看天时咯，看乜个天时咯，落雨天作所以人家看唔到啊，也就也繼續頭擺人佢會講嘅啦，嚇，路偏人也佢會講，一個客語本土語就係客家白話語文，不同族群有不同嘅語文，唔曉講客家話嘅人咧，實在難以了解客家嘅文化同歌曲、語言等等方面啦，所以大家我哋了解好多話相同啊，嚇，所以客家鄉親，我曉得來唱流利好聽嘅好多歌嘅，也係英文歌嘅呢，也係困難多多啦，嚇，一個尤其一個在廣播方面啦，唱歌嘅作曲教學，愛前愛精通來注音，用漢語拼音，佢當時也注意嘛，一個嗰些人了解，所以推廣客家語言有困難嘅所在，就突出一個，也係漢語拼音，但是有啲人用一個羅馬拼音，但是考試時間用漢語拼音，羅馬拼音不採取用嚇。我有曉得注音，我是用語，能為親自脱了，唔會念牙帶詞，後來我哋再看呢個10，第50，一個第嚟的華夫人，一個誇大其詞，喊他們意思啦，講嘅有樣啊冇樣啊，所以上次有同大家嚟講。華夫人嘅內容，大家都係唔知啦，亂講一場，但是萬人嘅人生咯，到了面結論啦，大家喺度吵，冇去追究，冇去上人，也就華夫人啦，一個有冇結論嘅。第四，一個蛤蟆立怪總書記，也就頭擺，最初期嘅賭博噶，個人賭博噶。要蛤蟆立怪一個人企啊，全部冇談到，就講大勢總失。第3，好多先生教生意，一個就做人客啊，佢客氣嘅意思啦，所以好多鄉親本客家人來搶嘅時間啦，遇到過生意是吧要詐是詐唔啲。已經夾嘅也有好，第4，我是唔啱，表示一事無成，人有唔知啊，唔知，所以講啊，我是唔啱，跟人做事情用嘅啊，我是唔啱做冇完成，做冇好勢，做冇結果。第5，舊時老米就一成不變，本性難改。叫為說糯米啊，頭擺有人咧，一個老人家冇黐咯，看到就是一個都糖果嘅，也冇事，所以人哋講阿伯啊，就是呢，個阿伯要講冇變啊，叫食糯米冇變啊，先將糖果一樣啊。好，第6，嗰個士多叫包，士不管好壞。越多就越好第7，一個有個會談啊，叫自白談太快也就係自已經發清嘅叫馬尾啊，嘅後部嘅面頭個態，所以叫句呢就會個會潮氣也後來就講叫自白談太快，就不管好壞，越睇越好，安尼話。第8，念多錢詐叫，得到意外財啊！漢字家長佢叫字啊，個財過講人啲啊，第9，網絡線上拍摩，人少加深有才華，第10，
叫常態，唔係做常態叫常壞，人常就變真怪。再講一遍，做常態叫常壞，人常變真怪。也就會講合適拄好嘅就可以嘅，唔好再見求多啦，11牛強說詞，說詞有一個說詞說字說，一個跳數片就按到一個段，有跳數片啦，到牛強說詞就常識常用，辛苦過日啦，條都講個神詞常識常做，留錢來賭博，也有一句話喎，第12，結實咧好講話，議論嘅呢好做話，談對講壞啊，議論嘅呢就亂講伊冇辦法照人所講嘅乜嘅東西咧做答覆，所以就講結實咧好講話喎，講話唔錯有議論咧好做事就結實咧以前在天台嘅時間咧，一個冇按有按，以後嘅呢就變兩點鐘就話他按來按去好，一個乜個13，個士南公都會寫出咯，有理清楚，唔拉還唔拉喎，有理清楚還唔拉，就士南公會講出咯，會寫出。第14，落士官，滅水人嘅意思，教水人嘅意思。第15，莫做媒人，莫做報，莫做眾人三樣好是個樣錢，大家要注意莫做媒人，莫做報，報真嗰種人做到報真乜嘅東西，玩起嘅莫做眾人三樣好，權利有冇得到好處嘅意思啦，意思。16，叫阿伯上天神，就犧牲一個貼到大廈一個母古叫會咬死人，母古叫會咬死人，母古叫都唔掂嘅叫嘅呢，唔出聲嘅叫嘅，能爭厲害第18，七老八甲就是混雜的意思，混雜的意思。鴨村陸個同翻腔下話，就七老八甲，就有日邊有人講。一個鴨村攞足嘅鴨村攞足嘅也係七老八甲嘅意思。第19，大橋溫西橋，就講得不償失，得不償失。有人講大橋溫西橋，一個老妹嫁來本阿哥討價嘅，有一種嘅講法。第20，騎馬苦闖，就保護安全，咁係有嘅。騎馬有嚟苦闖實在多一樣嘅但是講述說，那有為成功嘅素材咯，第21呢，馬到不疼，打到不驚，就蠻皮起嚟啦，蠻皮了了，馬到不疼，打到不驚，也就會講一般客家鄉親，大家所注意到嘅事情。好，但係有個騎馬苦闖嘅一途神奇係啦，政府求安全，咁有萬無一失下，講述乃為成功。最大下嘅呢，面容嘅暗含啦，也係再三嘅要求拜託。這個高雄農田水利署以及高雄市政府水利局、文化局、客家委員會等等大家話來對美化一下話咧，安尼咁看得看冇嘛得啦以上44分鐘，希望大家感謝你，再見。神夢暗自西
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